这吓成这样啊！看来是真吓坏了。我介绍一下啊，这是秦导演，秦伟，是给咱们殡仪馆啊拍纪录片的。昨天晚上去冷冻室体验生活去了。这是我们这儿整容班新来的学徒赵三月，小姑娘昨天呢是第1次值夜班，正巧碰到你了，吓坏了这是。秦伟，不好意思啊，吓到你了。三月，你过来握手啊！你，这是秦伟导演，你别害怕，怕什么呀？啊，哎，不好意思。接下来你还有些什么安排？准备再拍点什么素材？拍一个葬礼吧，从筹备到完结。哦，行，没问题。三月陪着。啊？怎么了？你正好跟着熟悉一下工作的流程，哪儿摔倒了就从哪儿爬起来啊！人才。这些骨灰盒呢，根据材质、大小还有工艺的不同，价格分别从几十元，一直到上万元不等。这个最贵。对呀，大哥，最后得让咱爸走得体体面面的。就是啊，这份钱可不能少。是啊。那就定这个吧。那您先出去等我一下，一会儿给您办手续。谢谢。其实呢，家属一般会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价格更高的骨灰盒，毕竟这也是能表达情感的最后一个方式了。你当着他亲朋好友的面问，他肯定往贵的选啊。这哪是表达情感，这是碍于脸面，怕被旁人说闲话吧？你要是这么想吧，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中国人的面子观也不允许我们在葬礼这个问题上过分的讨价还价，对吧？这也帮我打包吧，我要了。这么便宜啊？你也来一个。没钱。谢谢。饼干。不用，我吃这个就可以了。维生素不能当饭吃吧？是止痛药。怎么了？不舒服啊？肺癌晚期。真好。
那不是送人，那是遗弃。小伟马上就要上学了，这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你把他接过来，咱们养着活吗？我问你，你应该多想想咱们儿子，儿子才是咱们将来最后的依靠。爸妈在吵什么呢？老二在哪儿都活不长，长不大的。他走了，我们和小伟都能过上舒心的日子。那天晚上之后，我大姐像是变了一个人。后来，她满18岁就离开了家，再也没回来过。你生病，你爸妈知道吗？晚一点吧。对于死亡这件事儿，我想接受结果，比接受过程容易点。你爸妈也不知道你会把墓地选在这儿吧？嗯，我把墓地选在这个地方。我爸妈来看我的时候，多半也能看看。活着的时候都没有给他陪伴，死了之后再做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是没什么用，但是我这个受尽了偏爱的儿子，还是希望他们能做点什么去弥补。他们不能是混蛋吧？3月。
三月，给他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就当它是一份从天而降的